最近其實都見到係太多嗰啲學生嘅輕生事件啦，我哋就覺得可以以呢個快樂嘅回憶嚟減輕壓力，可以係減低呢個輕生嘅諗法咯。喺香港咧，大多數人留意嘅就係香港文化，就會留意到其實香港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嘅 multicultural 嘅 elements。咁我哋就想 really focus on 呢啲唔同嘅 cultural elements，去 show 得香港唔係淨止得香港文化，除咗香港獨特嘅文化之外，仲有其他文化嘅。都係第一次用呢個360相機去拍攝啦。當我哋第一次去做嘅時候，亦都有好多失敗位嘅，因為都輸出咗錯嘅格式啊，或者係錯嘅 resolution 咁樣。將嗰個360相機咧倒掛喺呢個航拍機上邊啦，我哋呢個係之前未試過有咁樣嘅創新或者嘗試嘅。因為我哋係第一次嘗試用360嘅相機去拍攝啦，所以我哋響剪輯同埋去拍攝嘅方面都會比平時傳統嘅相機啊，或者係剪輯有好大唔同嘅分別咯。其實透過今次呢個咁嘅比賽啦，我都接觸過，譬如話點樣影啦，點樣開機啦，點樣用啦，點樣轉落去啲剪接嘅 software 度啦，都係用咗好多個鐘先可以成功剪到條片出嚟。創造一個 RFID 嘅智能藥盒啦，就係目的就係為咗方便去長者服藥，避免佢哋食錯藥。RFID 係可以有同一啲 medical 或者對於身體有 connection。用 RFID 去整一個輪椅啦，然後係幫到輪椅人士佢哋出行搭地鐵嘅。其實我哋平時喺生活入面都見到好多輪椅人士啊，佢哋因為搭 lift 啊，俾其他可能冇咁緊急嘅乘客啦去搭咗啦，咁導致佢哋係冇位啦，或者入唔到去啦。好似好少聽到話 RFID 會融入喺一啲娛樂性上面嘅一啲活動。長者都缺乏一個提醒嘅系統，係需要佢哋食藥嘅。好多新聞都提到好多長者因為食錯藥或者食漏藥啊，而好嚴重嘅後果都發生咗。其實今日好開心聽到好多學生佢哋嘅分享，佢哋嘅作品同埋喺佢哋個設計嘅過程。因為咧聽佢哋去分享嘅時候，就更加知道咧佢哋去點樣去從了解個科技，去應用個科技，同埋去實踐呢個科技咧喺嗰個社區當中。今日啲學生佢哋嘅表現非常之好，能夠可以睇得到咧，由冇到有嘅過程啦，同埋只係介紹咗個科技，而佢就去嘗試從個科技嗰個特性咧。去展示得到佢哋對於社區嗰個關心同埋關懷，咁我覺得咧今日嗰啲學生嘅表現非常之好。